粵語有本字，彪哥話你知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扯到行個行啊，佢係咁樣寫嘅。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G-E-N-G 可以揾到書面語讀羹，喺楚辭《九歌東君》裏邊有出現。原句係更失係交鼓簫中係遙句，東君呢就即係日神。呢首《九歌東君》就係祭祀日神嘅唱詞嚟嘅。嗰一句更字嘅出處啊，佢嘅意思就係話調緊琴弦，令琴聲鼓聲交錯和鳴。敲擊鼓鐘嘅時候啊，哇，個木架咧都震動起身啊！咁呢個更就係緊嘅意思，口語變讀為行。譬如話條繩扯到行，就係呢個行啦。另外攞嚟形容對住幹鬥到底都可以用呢個字噶。譬如話咧，佢哋正一死對頭嚟嘅，平時啊撐到行啊，你哋 get 到未呢？關注我，送你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